教宗方濟各近日歷經其12年教宗任期中最嚴重的一次健康危機。羅馬致美利醫院主治醫師阿爾斐耶里透露，教宗一度因嘔吐導致呼吸道阻塞，情況危急至醫療團隊一度考慮停止治療，讓他平靜離世。這場病情始於2月14日的支氣管炎，最終惡化為雙側肺炎。88歲的教宗曾在年輕時患有肋膜炎，並因此切除過部分肺葉，使其肺部健康本就脆弱。據梵蒂岡及醫療團隊透露，在住院的38天中，教宗共經歷4次呼吸危機，其中2次被醫生形容為危及生命。最嚴重一次為2月28日，教宗因嘔吐導致呼吸道堵塞，幾乎窒息，情況一度失控。阿爾斐耶里坦言，當時醫療團隊曾討論是否應就此停手，避免對教宗其他器官造成進一步傷害。他說：我們只需在放手讓他安詳走完最後一程或冒着風險繼續治療之間作出抉擇。最後是教宗的貼身護理師史特拉佩蒂一聲：不要放棄，試一切方法，令團隊決定全力搶救。我們當時承擔着可能傷及腎臟與骨髓的風險，但他身體開始對藥物有反應，肺部感染逐漸好轉。方濟各已於周日3月24日出院返回梵蒂岡。當日他於醫院10樓陽台現身，向支持者揮手致意，成為其康復期間的首次公開亮相。